二来，中课。来，第一件。肖老师这是有交第5章或第6章作业的啊，你家己看有唔对无？啊，我也不跟你吹，你交了就有分数，但是我讲得很清楚，交作业不是给我看，是为你自己。你整理那些内容有帮助，你写完，你交上我会给你加分。你说写这个，我觉得浪费时间，我要多读一些内容，考试考好一点啊，我不反对，说不定分数会比较高。但是我给你看，就是你确认你若有交，但是上面没有打勾，那你再到时候小老师会公告，可以补，但是我还是强调，补的是你自己写的。你哪有白白讲曹操的应付了事，那你还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，也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第7章你可以写，第7章我不全发，我桌上都有空白的，你可以自己或小老师帮你去拿收到最后为止。就是说最后一节课，因为再来要打成绩了，也就是毕旅完回来最后一节，好嘞。好 ，OK。咱今这第7章我有印，不然不要浪费资源，没有印全部，空白都在我桌上我第7章的话，你想做的、想整理的，重点整理，后面做整理的你就到我桌上拿，然后交过来。我要给你们一个观念，学习是为了你们自己，不是为了我，也不是为了家长，也不是为了老师。你们越早体会这个观念，对你们越有帮助。二来，我们看第2个跟第3个。跟潮汐，看起来比较大。看起来，从我们地球看，可是越远东西看起来越小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在大小，你觉得哪一个看起来比较大？大。然后说月球跟太阳是白痴，懂吗？有一点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上帝故意制造的，一样的距离，太阳看起来会是月球的400倍。拉了400倍远，月球到地球是1.3秒，一除大概400多，会差不多的原因就是说，他们的公转轨道，另外无因，还上课无？会导致有时候近，比如说今天太阳近一点，月球远一点。反过来，月球看起来又比较大，所以你来看到
中秋是什么？可以看到最大的满月，正好在它的近日点，所以我们才能看到最大啊。否则如果是月，好，现在问题来了。月球到地球跟太阳的中间，把太阳，它能不能全挡住？既然有时候它比它小，它就下一圈；如果它比它大或一样，好，所以我们这太阳如果发生，那你说这时候阴历初几？方向你就认不出来了。这时候应该是初一吧？太阳的半边在这边啊，你看到的是月亮暗的那一边啊。那你说为什么不是每次初一都是日食？本来应该每个初一都会挡住太阳，对不对？到地球公转的平面跟地球绕太阳公，它夹了5度的角，所以导致很久很久才终于对成一直线，所以你在这边。哦，知道了。啊，老婆，你在这干嘛？接下来，这个范围，那叫本隐区。想要这个太阳只有部分被遮住，那就叫半隐。如果今天月球，你会发现画过来的时候，如果这时候你在中间这个区域，你就是月球不能把太阳全部挡住，所以日食有3种。食物为食哦，没有虫字边哦。日食念来，跟我像台风叫风台一样，咱的日叫做醒月。不过台语字的时是这个时，变的时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我觉得有虫字边的时才合乎。日偏食的时候，大家都以为太阳不吃青菜水果，所以日偏食了，意思吗？哎，
营养不均衡嘛，偏食导致营养不均，拢不爱吃物件。来，我总结一下，少部分会落在你看到日全食，会有比较大啊，落在半云区，日偏食。如果这你看到就是日环食，到日全食跟日环食，不可能。你要不就日全食、日偏食，要不就日环食、日偏食。日偏食的区域占比较大，这样知道哈？初一才会发生日食，还有太阳下山，你说今天日食了，就夕阳，哎，看不到了，还叫日食哈。台灯有没有人呢？台灯，因为以前我们说台灯，我放在你的看到那个灯泡会伤害眼睛，所以台灯最好的就是用力。有没有人是这样子的？立式的，看你是左撇子或右撇子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今天如果是右撇子，你的在左后方啊。如果你是左撇子，你台灯要立在右后方啊。你台灯立在正后方列出来，然后你提醒列，这就是月食的原理了。月等会的是月球啊，月球本来应该反射太阳光，你的头也就是地球给挡住了啊，所以太阳光挡住了。月食是什么？地球中间把太阳光挡住了，让它照到月球，这个就是月食。阳光过来，影子全影哈，当然它也有半影，可是呢，来这里越前时越偏时，看到这个描述哦，越前时就是本影区，叫月全食。那我讲说月亮进入半影区不对，月偏进入全影区，因为只有进入全影区，课本有画很好的图，
比如说，这也是全部被挡住，到这边部分被挡住。如果好，这是半营区，我们又有一个名称，这是补充的。不过这整颗月亮，差别是什么？光路减弱很难看得出来，你平常知道月亮多亮，你稍微暗一点，不去讲它，越全死越偏。地球上，地球的本影区叫做日全食，部分进入半影区叫做日偏食。挡不住整个太阳的时候，的区域叫日环食。月球进入，拜拜。区叫做月全食，月球部分月偏食。好嘞，分清楚它的差异。在日月全食发生的时候，其实你不是完全看不到月亮，所以这时候你看到的月亮会变成红月亮，红色，大气折射投影到月球上，就跟晚霞为什么是红色的？因为只剩红光被折射。为什么海水看起来是蓝色？蓝光容易被散射，所以这是闪。来，小妹姐潮汐。来，地球、月球。地球上的潮水受到月球引力的，它受到吸引，会长起来，长到呢惊死人。地球最高，所以海水长成这样子，比西马看得清楚。可是问题来了哦，对面这边受到万有引力吸引，你可以理解。怎么解释？来，我解释给你看。9是2，这边的海水是3，谁的距离最近？1最。万有引力是不是说越近的引力越大？1的引力最大，其次是什么？2。
3，所以3受到引力最小，所以不是它被推，所以这边就离开了，这两水自然就退下去，所以呢，在正上方的时候，潮水到最高，这叫满。缓退去的到这边，退到最低叫做干，又满潮，再过来又干潮，再过来，来这样一圈，地球转一圈多久？24点钟啊，转一圈不是24小时吗？是吗？还怀疑哦？这一天会有几次满潮？满潮、干潮、满潮、干潮。问题来啊！月球不是不动，月球会跑来这里。今天如果中午12点满潮，明天的中午转回来这里，是一个角度过去才会满潮，多转多少呢？来，这角度29.5天，一个圆周角的1/30嘛。可是地球一天24小时哦，所以它转过去要多久？所以你把1/30乘以24小时，是不是还不到？还不到，这个时间大概是，所以你从热图就可以知道为什么。如果今天明仔载满潮的时间，可是你要知道哦，拖了大概50分钟，好了哦。它下次满潮应该在这边，可是月球不是东，可以，对吧？所以之后会拖多久？这是24小时多久？这个切一半。24小时50分切15分嘛？对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如果应该是12小时又25分之后，现在是满潮，下一次干潮，满潮之后的干潮，再切一半嘛，是不是6小时10几分？啊，也就转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其实你要在6小时之外，你要多转25分过去，然后转到这边，再转到这边，就是每天都会延后50分，每天都会延后50分。这个也太阳跟潮汐有关系？
有，因为月球离我们近，可是太阳不能完全说没关系哦。是，今仔日那太阳跟月球在这时候，它会加强月球的效果，别高，退潮会退特别低。这时阵那个叫做太阳伫遮，甲伫遐，太阳跟月亮同一边是两时啦，引力两车伊啦，对不？太阳啊对面车115大草，你加菜啊，车115。它是伫遮，那叫啥？上旋或下旋，涨潮涨没那么高。潮汐对一些渔业什么，然后还有港口深潜哈。你爱有的鱼仔会对潮水入来，所以我们涨潮的时候，如果到海口都退去，会退的比较远啊，会退。一个名词，那个为这平面图。满潮，退到往上的过程，跟它涨潮，高度差，的水位高度差，咱的名词叫做潮差。这个所在，潮间带，想让它给它特别一个名称，一样，跟沼泽热带雨林、潮间带都是生态很丰富的地方。潮间带有一种潮蟹对不？招潮蟹很可爱哦，它一个大茄子，一个小。接下来演招潮蟹。招潮蟹为什么一个大茄子？哪要升这呢？有没有跟我们讲那个答案？来，手抬起来，我看你们有没有肢体合起来哦。来，食指往上抬起来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啊。没有哈。没有哈。来，一起，有没有问题？来，两分开，有没有问题？有人就会这样子哦，做这种动作哦。这有口诀的呢。来，我跟你量，咱做一量，下面动一动，上下一起动，中间开个洞。大家一起来玩。我会再看10班那些。有人喊上课哦，所以没再有课无做一下运动，然后再教做早操。没有。来看挂一遍哦，看你学起来没哦？这样。
看哦，做早操啊，做早操，早晨起来做早操。分解动作，分解动作，来123到423。缩回来啊，2。再来2，反一个指一个哦，2。换边2、3、4啊，3、4，好哦，来连续动作哦，1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、2、3、4，来再练加速哦。再快点。1、2、3、4、2、2。来配台词哦，做早操啊，做早操，早晨起。课轨爱让啥毕业证书啊？早晨起来就。叫做。上次有同学练一练，他很挫折，然后你哦，你小时候没玩伴哦。你知道左手跟右手玩哦。幸好你没有跟张我预谋方案。所以我属螃蟹的啊。你知道这个茄子为什么一大一小？你知道？有讲过吗？知道，打完猜做早操就。不是家用的啦。他2个都大茄子。小茄子是送东西自己吃。觉得那其他螃蟹2只大茄子，它怎么吃东西呀？没啦，你有没有发现其他螃蟹嘴它有分路上爬，水里游？它如果今天在水里游，它跟那个金鱼一样，长须把那浮游生物过滤的啦。